搞緊仲係枕住贏啊！呢隻馬個集傷好重要噶，因為成日都慢閘嘅。依家見阿霍麗賢拍咗佢一下咧，佢隻馬都有啲猛啊！6、7、8啦，幾隻馬都起飛啊！6、7、8，好啦，枕住贏搞掂。地上最強亦都順利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一場賽事5班1000米嘅短途準備。一開閘嘅時候呢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中間位置呢，就係呢隻好笑容相當快㗎，咁啊再喺入邊藍眼罩名城㗎，咁啊內欄地上最強啦，中檔位置出邊凱旋無敵啦，大外檔千兆㗎，大約喺第6位仲有枕住贏啦，咁啊粉紅衫滿貫之寶啊，內欄紅眼罩新界福星啊，中間黃眼罩普渡葵啊，後啲嘅馬西域紅心奇無極啊，暫時包尾盛氣凌雲嚟㗎，好啦過呢個600米段處地上最強，帶中間名城出邊凱旋無敵啊，第4位係好笑容啊，再後邊第5位內欄枕住贏，中間粉紅衫呢，咁啊有呢隻滿貫之寶啊，後邊嘅馬呢，內欄紅眼罩新界福星，中間黃眼罩普渡葵，外邊千兆啊，後邊就西域紅心啊，奇無極嗰啲馬入征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地上最強埋邊佔先啊，中間就係藍眼罩呢隻名城追緊佢㗎，再喺外邊位置呢，仲係凱旋無敵啊，中間就係呢個好笑容啦，咁啊再後多少呢？普渡葵叫追緊多少啊？最後100米名城紅衫紅帽就係出咗嚟先啊，但係凱旋無敵逐步上嚟，再埋邊有地上最強，出邊係普渡葵，接近終點啦，名城同埋呢隻呢普渡葵呢就好接近啊，咁啊中間呢。細隻嗰隻咧就係凱旋無敵嚟㗎，紅衫紅帽出咗嚟先啦，就係呢隻名城啦。咁啊中間7號嗰隻就凱旋無敵，兩隻都好細隻㗎，外邊普渡葵最大隻啊，衝上嚟啊！一定係11啊！一隻係大隻，一隻係細隻，一隻輕磅，一隻重磅。嗱呢步就一齊嘅，跟住呢步咧一齊落。哎呀過咗，過咗啦，終點前擒咗上嚟啦，即係11號。普渡葵啊，咁喺度贏啊，名城啊第2。因為凱旋無敵都追得唔曳㗎，有個第3啦，地上最強嘅第4。其實等喺前面嗰5隻咧，跑2、3、4、5、6名嘅，係隻普渡葵追上嚟啫嘛。我哋睇下場內影片啦。起步其實都係中內檔嗰扎快啲嘅喎，零零舍舍啊，咁啊見到中間有好笑容啦，咁啊然之後埋邊嗰隻灰馬仔地上最強，大熱門嘅名城啊藍眼罩啊咬住呢兩隻㗎啦，咁啊跟住走下好笑容埋唔到去咧，都冇跑錯，更加名城都好靚喺埋前面添啊！凱旋無敵就冇得選擇啦，你快還快，你快唔過入面嗰兩隻，你嘅局處都喺個大外搭㗎啦，又唔敢再快啲。佢攞咗好。即係如果佢攞咗好笑容嗰個排檔咧，就今日實際調轉啦啲名次，可能冇到呢個第2、第3嘅，第2都應該得嘅。好啦，咁啊再睇啦。咁其實喺內欄嗰隻枕住型，其實轉彎都已經騎緊㗎啦，但係翻到嚟咧又唔斷得晒喎，因為後面啲馬唔係話追得勁啊。嗱，係一隻普渡葵隻黃眼罩，你慢慢移出去啦。嗰啲新界福星嘅越打越褪嘅，滿貫之寶一啲起色都冇。西域紅心咪人有人騎，馬有馬跑嘅，你睇到都有限㗎啦。滿貫之寶今日都儲晒所有嘢嚟跑㗎啦，都幾失望啊！幾隻馬度啊！分段時間頭段12秒97，第2段21秒62，末段23秒27，總時間57秒86。